下好先啊！你煮饭啊？夹下夹吃饭，哦。你创乜嘅啊？新做嘅劇啊？唔咩，也係啊，人見本去看，充滿羨慕，樣起嘅歌，唔掂麼？哥倫比亞請亞沙很多純純嘅歌手來唱啊。有聽過佢哦，頭髮起起幾個是唱嘅啊？佢嘅本名都劉青香，頭髮係唱台戲嘅，佢有名啊？佢啊，掠下會唱台灣歌，冇唱台戲咧。掠首歌啊，哥倫比亞咩會出劇版？你幾好啊！喺講台灣歌手分樣，唔就國較多嘅機會做嚟做劇嘅。唔過啊，掠條歌都係用到錯嘅人自家做嘅，除非哥倫比亞咩會出其他嘅劇版。咩冇啊？永久都唔懂嘅。唔會啦，喺講台灣歌手分樣，唔就聽錯咗有機會啦。沒有機會嘅。水人睇嚟，腳出啦。有事再過來哈。好。OK，牛，老早。老早，要開始上班啦吼。你真正是等阮啊呢？迄前幾工吼，迄新聞組喺看你的小說。即擺過日本的會社，帶你去食頭路，真正是雙喜臨門哦。迄是因為頭家娘甲我照顧，無我哪有家哩。你莫安尼講啦，你是讀書人，去過長山，啊，閣會曉寫文章。早晚攏會出脫的啦。安尼我先來上班啊。等下。啊，你前日要去上班咯？安尼無成歸事啦。無啦，我着暗暝領袂及，無錢通好買啊。唉，阮頭家過身進前吼，有做一出西米咯，也有啥穿着，有囝互你穿哈。無啦，頭家娘，安尼無好啦。你毋捌啦，人喺日本人吼，足注重穿插呢。啊，你頭一天上班，愛互人好嘅印象啊。我起來等我啊，哈。唔是啦，頭家娘。冇走。頭家娘。皆さんにご紹介します。新人の文劇担当金坤陽先生。皆様、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こちらこそ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どうぞ。皆さんご存知の通り、新発売の台湾流行曲はとっても評判いい。この分野をよく経営するために文劇部を設立する必要あると思います。かね陳先生を伺っておるので、先生、これから文劇部はよろしく頼むぞ。社長、ご招待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ご期待に応えるように力を尽くします。先生、文劇部の仕事について何か考えがありますか？即馬咧，在台北做曲部的会社有足侪经验，那以後市場的競爭是免不了。発売したレコードの売り上げが良くなると他社はすぐ真似する。台湾人がよく真似することは本当に良くない。コピーしたものは我都甲真的比，只要咱創意夠，品質好，北京的來競爭來模仿，咱攏唔驚。コロンビアの品質は他社に絶対負けないの自信が持っています。思いつき就要看人才，有好的人才，才有了不起的思いつき。人才，流行曲の人才，作曲、作詞、
歌手，这三项是流行歌的人才。咱也有家己专属的、特约的，北京抢袂走的。来，再看麦啊！部长，这你的事不多啊。真好，真好。啊，搁这边，新加坡长有准备2粒刀啊，若无够，我再来安排。搁这来坐坐。隔壁遮是训练歌手的所在。部长，你做起先生敢决定啊？我拢考虑好啊。桌上有伫个无？诶，无人啊。我咧面所。哦，是嘞是嘞。我是。阿妹，叫你吃吧。奥萨，你好，我是克罗姆比亚起步会社的陈君玉。哦，你好，请坐啦。谢谢，有人找你哦。不过第一天还好嘞，白师啊，请等一下哦。是的哦。阿妹，你爱用来做。套上迄条大条条行进曲，我听过啊，真好听。啊，即马还有咧做什么曲？你无熟悉我，我无熟悉你。嘛是到文社发表吗？是，我这条歌是咧写工商社会的情景啦，主题较无共。你会当按照无同的主题去做无同的曲，实在是配合。进长，你今日来找我是？哦，是安尼啦。我即马伫哥伦比亚做本地的部长。真的哦，恭喜呢！阮的社长开始我弄啥，即马要来好好做咱台湾家己的流行歌，所以世界咧找作词作曲人才。我想要请你来哥伦比亚做神速曲的作曲。神速曲？袂使替北京做，啊，搁是领袂记。嘛计迄哥伦比亚。声音的无按头啊。多少？以后就拜托你了。多谢你牵手。奥萨，不跟较早来坐。安尼我先来行。顺便。准时要作曲啊！哥伦比亚是台湾最大的出版比赛哦。可以做饭。好啊。做事。哎，你是咧创啥？哦，你是迄团哪会用去囥遐尼多啦？我咪甲你讲几落摆，烘茶迄团袂用去囥遐尼多，哎，拄啊好才会用的啦。囥较济，行才会紧嘛。十几工就好啊。吼，你上够戆的呢！烘茶吼，啊，迄团囥拄好，吼，啊，烘23工，安尼才会清香啦。哦，啊，我只是想讲，安尼行较会较紧嘛。变大人唔通做咧变大工课啦。下班啊！好嘛，整理好好才去啦。食饭啊！
你头毛好再用的啦。是安怎整理啊？讲热，我人扣济，怪。是去食饭无？有啊，免个饮料。就会安尼哦，做个茶水，做个啊。创啥？食饭啊？谁叫你入来食饭的？去鬼的！去外口！贵就贵啊，俗就俗，真了不起。从期要笑面欢喜，爱怨再来心相这个囡仔吼，原说的唱歌较适合伊哦。咱唱歌这个破裂啊声，敢会听的哦。这里哦。我是你内底，啊，较注意，莫跳到里面哦。好好好。哎，咪人看好哦。多谢多谢。大招晒啊嘛。大家。好诶。看起来係改善啦，哈。有5年嘞。冇嘅5年啊，7年咧。一喺人哋結婚嘅時間買啊，現會已經50人咧，唔記得咧哈。